有带领吼，逐工你拢立主流苗头前啊，逐工拢训练，哦，非常之感谢因来参与咱这届正义大会战，非常之感谢。来，先带苗，还要发菜，来预备，一个。 Đúng rồi. Chứ mà chỉ phát菜哈，大家咧發菜，再來是拍拖，來，咱這用心，咱的雙手咧，來歡迎一下哦。代表非常之歡迎子龍國小。拄才咱介紹了一個作新課的幕後工作者哦，就是咱王主任，王主任，王志祥王主任哈。陳希怡老師哦。 利用咧連續假期嘅啊個安尼，出來咧拍片啊！他叫做採科，採科咧就是聯合，唔是咱技術嘅人員絕對袂當入去吼。因為即馬開始咧演練變法，過來即馬是咧開聲門，来，小朋友跑起来哦！我多给我点去倒呢啊，去倒呢啊！小朋友们哦，人好人歹一回事，至少咧，伊是咧替咱台湾的文化咧拍拼，台湾的文化咧传承，这才是重点。 这是一个教授林茂贤教授所说的，有咧闹咧，有咧谈就好啦。来北来外科，北来有好玩啊，再来采科。这叫做地角仔行。 啊，人讲阿母行，这是讲的青仔脚文化，庙口艺术啊，庙口艺术。咁啊，共款咧開聲門哦，有開前聲門，就愛開後聲門，有前有後吼，有前有後。這古早咧叫做良率好出啊，有良率就有好出。小朋友要往外走，場地很大，要往外走啊。咱子龙国小的宋江镇呢，是对咱暑假连续一周5个下午5个咧5个下晡连续。再来采科，采科。 这就属于西港仔乡咧西港仔乡的顶头伊是属于红卡金系统的再来林家水去听林家水，来拖下个屁子。
整个青春林家具啊，啊，古早咧，这个地方叫做四面埋伏啊，哦，给扰乱敌阵用的哈。哎，咱的观众啊，跑车啊，起者啊，哦，你跑车赢赢，哦，安尼，表演足精彩哦。哦，你看囡仔要穿白马，你上的大人咱袂穿，对不对？哎，来加水加出来，好。加油！啊，圆圈尽量大一点没关系哦，场地很大啊。啊，咱这观众若带囡仔还够哦，唔通往入去裤内哦，袂当入去裤内哦。来。开始。这开步哦，一定要小心哦，要画筋哦，要画筋。介绍一下哦，咱主龙国小的，伊就近的就是一间专攻唯一的地主龙庙赵子龙庙哈，全国唯一的哈。啊，因在地有大人的上工灯哦，大人的上工灯。哎，观众，马上要起起来哦！我哋一个大赢哦，我哋一个大赢。咱非常之感谢咱子龙国小，我哋脾气啊偌调，伊囡仔较拍拼吼，较辛苦，我哋叫大家拖车鼓励一下，来辛苦辛苦。好，宜居必胜哦，旗开得胜哦。来最后，咱杨公哦，基本这个活动非常圆满哦，圆满，旗开得胜哦。小朋友看到了。